访问。这支泰山宝藏虽然伊的片名是为美国的泰山来的，但是伊的故事的是为一场发生伫澳门的乌石屋开始哦。较早是做日本兵哦，台湾人甲澳门人，因的后代咧为着要走找宝藏，去到马来亚，结果拄着泰山的一个故事哦。马来亚，咱们来去马来亚。这部片是伫1965年出品的。迄当阵报纸的广告写甲震撼哦，讲啥物？这部片是台湾头一部泰山霸王片，要影开这二战唔捌公开的这军事的机密哦。迄当阵哪有这种电影咧？其实是讲这60年代哦，台片面对着一种真特别的环境哦。就讲迄当阵的台片的影人，因较无迄条件去拍彩色电影，颠倒煞变做逐年有上百部的这黑白电影咧竞争啦。迄当阵也无啥物版权的概念，就讲头家会讲即马外国电影咧当时行啥物，咱就创一部台湾版本安尼，就拍出这部这泰山宝藏安尼。这部片哦，真特别，就是讲伊的报纸虽然讲伊是本省制作的，但是伊的这个导演牛铁虎，甲伊的头家赖国才，其实拢是外省人哦。特别是这个导演牛铁虎哦，伊较早是伫香港拍电影的，伊拍片的速度真紧哦，就讲上悬的纪录，伊一年会当拍要10多支片，就等于讲这一个月会当拍一支片安尼。这种拍片的速度，其实真合讲迄当阵台语片的公司，因为着要维持伊的现金流啦，就爱大家拍片拍足紧，拍足济安尼。而且讲遮个外省的电影工作者，因甲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较好，所以因嘛较配合这国民党政府的政策，嘛是因为安尼，因嘛较有机会会当甲电影配做华语了后，送去香港外销到东南亚安尼。但是实在讲，迄当阵的台湾人其实无一定会较介意这种台语片啊。像这部《泰山宝藏》，伊迄年上档才2天尔就落档啊。其实迄当阵台湾人较爱看的台语片是像这林福地《黄昏故乡》这的电影，颠倒是较受到欢迎的电影，因为要直直放，所以迄电影的底片拢放啊烂去，所以煞无保存落来。这就是咱咧写台语片故事的时阵较可惜的所在，嘛是我感觉讲咱即马咧想，啥物是台语片的时阵真重要一个提醒安尼啦。记住，过来，过来。今仔日会当看到的这个修复的版本，伊其实是保存条件较好的华语版本的画面，加上这台语版本的声音，参照会完成的修复版本哦。华语版本因为伊是要外销，伊受到的审查较严格，所以讲有一块镜头哦，颠倒是这台语版本内底才有留落来，像这开车要弄人也是讲这有人伫河边穿较清凉咧耍水这种画面，咱的修复团队就为台语版本内底甲遮片段甲补入去安尼。即摆观众，咱若翻头看这台语片，你可能会感觉讲这节奏上慢啦。我是感觉讲，咱大家会当思考一下，若准是你伫迄个用手工咧剪接底片的这个年代，你顶个月才拍了一部007，这个月头家就讲互你30天，互你30万，你就要拍出一部泰山出来。你要安怎伫咧1-2个月内底，甲故事写好精彩，甲电影拍了，阁会当通过审查，阁爱互观众看有这复杂的人物关系。我想，若是咱为这个角度去思考，无的确咱会当阁较去理解到，咱这边修复牛铁虎导演的泰山片，会当带互咱台湾电影史啥物款的宝藏安尼。